消息来关心，即马是休热，不管是囡仔还是少年家，使用网络的时间拢会对咧大增加。啊，不过伫网络风险真济。根据儿童福利联盟的调查，儿少伫网络顶头接拄着三大风险，包括骗钱、骗色、骗个资，而且骗钱这部分有2成的囡仔拢捌拄过。去看演唱会嘛，就要想要去抢票，结果都抢不到，然后最后就到了 FB 社团去。就是去想要去买就是黄牛票这样子，给了钱之后，他就是直接消失封锁，就是被骗了大概2000块左右。青少年讲出伫网络哄骗钱的经验，已经晓得儿少使用网络的时间会大增加。根据儿福联盟的调查，发现儿少的网络使用时间平均每天是4.6小时，一礼拜是32.2小时。使用网络的时间愈多，伫网络拄着的风险就愈悬。那我们发现这次调查当中，台湾的儿少面临了3大网络风险。第一个是骗财骗财部分就是网络诈骗的比率，大概这调查当中有2%的孩子表示遇到这个状况哦。伫网络除了骗钱，也会骗色。也有儿少表示，捌有朋友私密相片伫网络外流。也那调查也发现，要活6成的儿少捌拄过网友要求交往。骗色部分当然跟他的人身安全有关，跟所谓的网络的性剥削、数位性别暴力有关，特别是可能会传送自己的裸照啦、裸露的影像这个部分，这比例有2%哦。其中特别我们去做了一些受害样态的一个分析，发现，今年的调查比起4年前的调查，发现在2个部分的样态是明显的增加。第一个部分就是随着陌生网友要跟儿少谈网恋，就是要情侣交往的比率，来到一个史上最高的部分有5%哦。儿福联盟表示，儿少伫网络的风险，除了骗钱、拄着性暴力以外，还有骗个资。儿福联盟是呼吁政府，得爱成立儿少网络安全的专职单位，爱参考英国网络安全委员会，建立跨领域的整合。学校嘛爱透过教育，教囡仔拄着危害时安怎应用，增加囡仔的危机意识。也建议家长一定爱知影囡仔拢伫网络创啥，嘛爱教因保护家己。记者柯家山、田浩水台北报道。